大家好，今仔日我继续来念台语小说《国外的人》。今仔日我要念的是第一部《离开》的第一章，伫上开始的所在，请掀开第16页。我叫做叶国典，毋过即时阵，若有人问我叶国典是啥，我会讲我毋捌伊。山脚的狐狸送讲我头壳遐有一个胎记，就是伊个后生甘文达的胎记，无阮二体。胎记我伫倒手边的头壳遐，向向看，袂输一只金龟仔。我想这是注好好的，就亲像我离开我家己的身世，进入伊的身世。我相信所有的人拢咧实现一个适当的身世，只是家己毋知影尔。我照行的时，看我头壳遐的迄只金龟仔，直接会感觉伊伫金骨的镜面顶悬伫哭哭白，亲像我伫即个世间的处境。我较烦恼的是，即只金龟仔是伤过明显的记号啊，变做我想要抹消的过去身世的幽魂，时常伫我的生活威胁我。我无介意我的身世，我嘛无介意我的胎记。迄站，我会趁半暝无人经过的时阵讲话，这毋是因为我爱讲，是因为我惊我家己会真是失去记忆，亲像别人所看到的我同款。偏偏记忆，阁是咱即款毋正人最后的武器。一个武器，就算有力，煞嘛真好维持，艺死人。都袂输是冰所做的刀剑，温度若失去，三两个就样了了啊！所以，我会用一切气力甲苦我来。简单讲，伫迄站，人拢叫是我失智，毋过我无。迄暝，迄个大股警察过来过啊，伊甲我吩咐。因为隔日海墘有运动比赛，日出进前，我会离开了伊啊。若无，伊要带我去派出所做笔录。假使若毋是迄日我特别想要听看觅海鹰的声，我其实是会使离开的。海鹰的声，互我看到我的故乡草地，迄是陪伴我大汉的每一个黄昏。爸仔母的低头。伫海墘的田土，哭哭骨。我问因是伫骨安怎？因讲总袂当阮伊爬远去。海鹰起起落落伫哭洗，彩霞照伫因的猪头边，嘛照伫沙坡顶，反照湿湿的一沿圆裤仔。敢若一蕊远远的目睭伫甲我摇，我雄雄感觉有目屎敢伫目前。海鹰的声嘛，甲我的过去敲洗甲清气淡淡。